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7月25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配合炮号陈仪所起的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关闭汤山营区，因为需要另外道路，所以市府工务局也配合开发2条新的道路。代理市长李梦燕下晡前拢视察进度，也听取当地里长的建议。这条20米宽的道路，就是未来陆军炮指部关闭营区所使用的另外道路之一。为了配合炮号的搬迁，市府嘛替国防部建设整个营区，同时为了连接关闭市区甲周边的需求，特别开设2条新路，甲对原本的道路进行改建。25号下晡，代理市长李梦燕、议员张王雅云、杜素莹甲立委黄伟哲嘛到现场视察工程进度，并且听出工务局的干部以及当地里长意见。市长希望当地民代会当全力支持，也相信这个工程对着未来关闭的发展相当重要。那我们觉得这个工程可以创造多赢哈，包括军方将来这边完成之后。那炮校如果迁到这边来，军方在操演上，可以更加方便，也不会对周边的居民产生任何的困扰。那第二个，我们原来市区在永康的旧的炮校，就可以去做相关的开发，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设施，就像平时营区一样，现在就有一个很大的森林公园。那将来未来的炮校也会有很优质的一个全市最大的公园，以及相关的包括市立总图，还有很多优质的住宅的这个住宅的用地，那可以给民众更好居住的环境。那另外这边也会开辟2条连外道路，20米跟10米的连外道路，那也可以让整个关庙这一带原来比较乡村的地区，将来可以有更好的发展。这2条连外道路将会先伫107年底完工，整个汤山营区预计伫111年完成。到时将促成地方经济发展，提升地方交通的品质，同时落实炮校教育训练加实战演练的整合，创造地方、军方加市民3赢局面。台湾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配合健保署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的政策，基美病院联合体系内面的柳营、甲嘉里基美病院以及社区医疗群诊所等大约220间，筹组齐心协力医联盟，要让病患更加健全的医疗照护。为着要配合推动健保署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的政策，基美医疗体系伫咧各病院来成立着分级医疗推动小组，并联合所属的社区医疗群甲诊所来成立着齐心协力医联盟，借由团队合作，进行着资讯的整合，运用着云端的科技，落实双向转诊的合作，来提供予病人连续性而且整合性的医疗照顾。今天跟健保署南区业务组、台南市医师公会，还有很多基层诊所的医疗院所。那我们今天是一个地盟的仪式，就是奇美医院跟基层医疗诊所落实双向转诊、分级医疗的这个政策。那我们希望将来跟基层医疗诊所的转诊会更加的顺畅。那落实这个健保署一直希望的也是我们健保署的政策落实分级医疗转诊，配合我们分级医疗，积极的跟下游，尤其是基层做实质上的一个合作。那透过合作标章的颁给，还有转诊病例的讨论，以及利用智慧科技来联系，加强跟基层的联系那使得我们的病人未来其实在基层就医的部分，其实也可以得到相当于大医院的品质。那对于大医院急重症的一个医疗，能够
让医学中心的医师更专心。可是我们一般性的稳定的病人，在基层也能够做妥善的照顾。健保署近年来积极来建立着医疗资讯云端查询系统、电子转诊、居家照护等等各种资讯共享的平台，让病医甲诊所之间的就医资讯会当更加完善，也会当减少着重复用药的风险。基比医疗体系也响应中央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的政策。要提供给所有的民众一个更加完整、更加安全，而且又具品质的医疗照顾。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议会民政委员会邀集台南市总工会等团体以及劳工局针对在职训练举办座谈会。劳工团体代表强烈建议劳工局应该让基层工会发挥更加大的服务功能，透过训练，让劳工取得各类的证照，训练第二专长。现场侪侪劳工工会代表伊发言，伊拢是针对在职训练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25号上午，议员林美燕邀集台南总工会、甲台南市职业工会总工会等劳团代表，甲劳工局进行座谈。劳工团体代表强烈表示，徛伫劳工这边，劳工局应该是放宽规定，增加资源。整个预算里面完全没有看到它针对劳工如果做培训教育的一些这个预算的编列啦。我想咱一劳工，台南市劳工，看咱这，像咱劳工就讲的公司，我们所有劳工的就是然后良家嘛是配合感，为什么在整个就是培训方面，我们劳工局是这么的不重视啊？是这么不重视的哈？桃园县它是1450万。而且明年会增加500万，是1950万，而且是市长亲自列席主持的3场会议，而且不但是1950万，而且它是1950万，只是一个数目而已，没有上限。他强调没有上限，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他们是说他们直接要求劳工局那个说。没有限制，一定要在桃园市办啦因为咱家主计生那就给咱要求讲，咱一定要在台南市办。但是他们说，办劳工教育不要限制在桃园县办，他们是开放你在任何一县市办都可以。劳工局长王新之坦承，劳工经费比其他县市较少是事实，但是嘛无等于是台南市无注重劳工的权利。今年度议员林美燕伫议会提出提高便利劳工教育经费时，虽然劳工局争取提高额度，但犹原被删减，所以议员林美燕嘛要求劳工局要持续来争取，唔通搁再亏待台南的劳工朋友。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有8档历史的白河大仙寺，因为年久失修，结果出现问题，正伫进行修复工程。有民众向议员李文静反映，希望针对大仙寺条画店面油漆的字进行修复，恢复古早模样。因为接受民众反映，市议员李文静特别针对位伫咧白河知名的宗教景点大仙寺近期进行的修复工程，提出应该要恢复原模要求。伊即个庙寺的这个条伊即个呢后来拢。怎啊用阿蒙图甲固起来啦？用油漆甲擦起来啦？即马甲人伊原始原有是大正7年嘛，后来伊就甲改做中华民国7年嘛。所以即个过去的时阵，就是讲不管是啥物款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各种的即款的一个因素，你甲即个古迹甲破坏咧。你甲改变篡改这个历史咧，中华民国哪有得7年所以咱即马就是讲政府和咱庙方都为着咱的大仙寺内伫咧征收的中间，咱就爱甲恢复原模啦。面对着历史建筑物应该要恢复原模修复的问题，文资处也正面回应，会纳入即届的修复工程当中。因就甲咱反映讲，为什么咱即个古迹内面即个条顶悬免有即个像胡小姐讲的，讲因为
有种钱用伫的，到底恁是要安怎处理？从阮的答复就是讲，即个部分其实阮嘛是了解，但是阵拄好因有即个修复计划伫进行啊，伫设计阶段。你讲即部分我会踮修复的工程内面，这一边来甲恢复，因为伊只要民族法的24条的规定，即个古迹若是因故去互毁损吼，若落去影响其他的原有的一些材料啦、构造都还存在的情况之下，应依照原貌来进行修复。所以这部分，阮会踮即厝的修复工程内面来做一个修复。整个代志有了圆满的解决方式，古迹也将因上届原始的模样来呈现历史。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统计，目前市民卡已经突破56万张，所以交通局为了提供市民卡有全属的坐公车优惠，为8月1号开始推出一天当中，民众只要入市民卡，不管坐几摆，拢只要9块。台南对2天前向中央争取提市民卡坐市区公车半价以来，已经有超过276万人次享受到好康，嘛借此带动民众坐公车的风气。今年市府交通局再次得到高价的3000万补助，所以对8月1号开始，更加码推出只要提市民卡坐公车，到今年底之前有19条市区的公车路线。那上下车拢路卡，一天只要9块坐免惊，确实消息一出，请坐公车族拢发展。好哦，因为这样很方便市民啊，到哪里都可以一卡通。9块当坐免惊呢？更好，我们常常可以带孩子出来玩。因为我们台南市政府这几年推动公车捷运化以来，然后那个成果相当的丰硕，到去年整个运量已经突破了2058万了。那这样的成绩让交通部跟工总相当的支持跟肯定，所以我们今年有争取到那个相当高额的一个补助，所以我们希望持续来推动我们的公共运输的发展，让民众享有更优惠的一个乘车的那个票价优惠以及一个相关的福利。市府宣布这项交通的优惠政策，除了要吸引大家合坐公车成为全民运动，其实根据统计，过去2天来，该专案实施以来，就已经让整体运量提升14%。今年搁再加码以后，预估到年底运量可望搁增加1半。台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知名发行连锁店电线高灯响应饥饿30活动，今年邀集发行设计师、消费者大约200人，做伙体验摇巴肚12点钟，希望会当号召更加侪人加入人道救援的行动。第29届饥饿30全球人道救援行动，米兰有爱。饥饿不在，坚持。由米兰时尚发型柯汉忠总裁带领，甲现场发型设计师共同宣誓，要做伙完成饥饿体验12点钟的挑战，以人逆己逆、人机己机的精神来帮助弱势、救援非洲难民。同时，嘛伫米兰时尚旗下28间分店，放置爱心捐款箱，要来号召员工以及消费者做伙做爱心。让我们能够更惜福感恩的虽然可能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会有一些的挑战一些的瓶颈，一些不顺遂，但是真的，我们如果跟这一些人来做这些善的一个比较的话，其实我们都算是一个非常幸福的、非常幸运的了那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让我们的团队、我们的伙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顾客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让整个社会因为有我们而让它更温暖、更有爱。台湾世界展望会，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透过每一次的饥饿30的一个活动，体验响应，邀请台湾更多的有爱心的人，或是你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人，我们一起参与在这当中。我们用我们小小的力量，然后化为大大的爱心，来去帮助这些世界上有需要的儿童跟少年。7月1号到7月31号的期间，米兰时尚发型伫每一间分店拢有爱心捐款的活动，民众前往换一个美丽造型的时阵，嘛会当做伙关怀非洲难民的生活问题，让这个世界会当处处拢充满温暖。
闽南有爱，饥饿不散。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咱先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置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来介绍客家的传统三大调当中的平板，今麦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学客家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琴。小邓老师，刚刚就听到我们摄影棚好热闹的音乐声。我们今天的单元应该就是要介绍客家传统歌谣吧？嘿哟，冇错哦。今本日啦，你好客自家天师后院，你我来介绍观众朋友来介绍客家传统三个嘅平板。平板电脑，哈哈，莫怪小情我爱用门哦。来所搞客家歌谣版世界啦，来呢位老學生嘅開玩笑講啊，客家人係當先進嘅哦，從100多年前啊就有平板咧，實在講唔係啦。然後先老大家講嘅就係客家三個啊，做嚟講係啲客家音樂文化嘅創新，也做嚟講係啲客家人精神文化嘅重要特質咯。你好客自家天師後院設計首個客家傳統三大調老山歌3個字。今本日出來介紹平板山歌哦，客家傳統的歌曲有所謂的3大調，分別是老山歌、三歌子和平板山歌。那我們節目單元呢已經介紹過老山歌和三歌子，那今天老師要介紹差點讓我誤會很大的平板山歌。其實一般來講咧，對於客家嘅歷史老文化唔係清了解，也係講完全冇了解，特別係對於當到他唔是客家話嘅人來講咧，也做得在啲傳統嘅客家山歌當中，去了解客家嘅風土民情，尤其早期客家人所落腳嘅所在，大部分人就係做嘅山壁土方哦，生活條件當艱辛。自然語言就培養出當刻苦嘅、當失望大變嘅民族性出來，有2道民族性嘅特質啦，所創造出來嘅山歌，唔單止有佢當特別嘅特色，同時客家人也充分利用山歌來表達客家人嘅思想、
生活老感情。确实是啊。以我对客家文化来说，完全是门外汉，完全是陌生的。但是经过半年以上哦，跟着小邓老师主持种种的客家文化单元节目，真的能很深刻了解客家人那种乐天知命、勤奋打拼的生活态度，真的很让人佩服，也值得大家来学习哦。小琴啊，你根本你有食堂的黑么？最爱听俺会讲法。老师，我是实话实说小邓老师客家传统山歌，我们介绍过老山歌和三歌子，那平板有什么不一样吗？平板啊，有称作改良条，顾名思义呢，叫个曲调平坦顺畅，唔是来太长太高嘅音调。做哋想讲係啲老山歌、老山歌子演變過來嘅，同樣無固定嘅歌詞，係客家改良起嘅主強。平板呢，也係你客家採採啲劇當中呢最主要嘅曲牌，做哋講係用來創立嘅牽絲紋啊，也非常適合來舞台表演。平板呢，佢冇一定嘅曲調、老歌詞，故所做哋隨意來改變，同樣係青年時期嘅時機哦，有押韻都做得唱拿來唱。記得之前我們節目就有介紹過老山歌、三歌子傳統歌謠，就是一種口唱文學，也是講求一句7個字，4句就成一首山歌。客家傳統山歌真的很有文學性誒。小鄧老師，我們就先來介紹歌詞吧。好哦，以下出嚟介紹平板嘅歌詞哦。根本你介紹平板歌詞啊，這個歌詞係就是牽絲立字嘅歌詞哦。有閒時節唱山歌，人生唔是潮歌樂，貧窮富貴兩種天，身體健康安樂多，心胸荷包兩面風，一面十字一面亮，十字上山兩轉水，地後世展相逢。新秋了来风拿来包啊，两面了来风啊，一面了来丝拿来织啊，一面了流啊。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就是乌阴底降阵花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记录5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加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7月25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